喂，我不需要你们了，回去睡觉吧，回去吧。不想睡觉啊？哎，你们走。少爷，你又要干嘛呀？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姑娘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啊，你看你的样子，你先洗个澡，打扮打扮自己，行吗？我的样子有什么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？哎，难道打扮洗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人家孤零零一个女子在外面，要是出点什么麻烦，你说我应该怎么交代啊？啊？你放心，那个姑娘呢，我已经托付给那家店的老板了。再说，你刚躲过一劫，就别再管闲事了。我觉得，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上天，应该给她找个屋子，把她好好的安顿下来。哎，少来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找这个麻烦。行啊，我自己去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啊，我一个人去喽。我真的去喽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呀，我真的自己一个人去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少爷，你别玩我了，接回来可以，接哪儿去啊？总不能接这儿来吧？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不能接到这儿啦。哎呀，可是至少得接到让我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啊。哎呀，我想想。哎呀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家后院啊，不是有很多小房子吗？把他接过来住下，让他安定下来呢，我就安心了，好吗？私底下藏个人，早晚是个麻烦。哎，你不能这么说，这不是麻烦，我们这是积德啊，行善呐。好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去。哎，好了，我怕了你了，我去行了吧？你自愿的哦。去哪儿，刘头？给你找妈去。吃错药了。哎，走。长记性，哎呀，长记性，哎呀，长记性，长记性，疼不疼啊？你们还知道疼啊？一肚子猪下水，还有你长得简直像个饭桶。这么大个北京城，你们抓谁不行啊？偏偏把太尊大人的亲儿子给抓来呀！啊，还让那帮吃牢饭的给折腾的鼻青脸肿的。你们是不是看我活得舒服？官儿当的容易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让你们挨个给我垫背。哼！接着打，打死你们这些记吃不记打的东西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大哥的护身符丢了。护身符？什么护身符？一个玉麒麟。丢了，再买一个不就得了吗？再买一个，说的容易，这可是联亲王府出来的玩意儿，内府的赏赐可是9城难找第2份。东西还在其次，要真让人看见了，这麻烦可就大了。你们进来。大哥，这东西无论如何要找回来。我们没去别的地方，我估计是那天晚上动手的时候掉的，8成还在那间屋子里。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，这东西不能丢。你们俩回去看看，挖地3尺也得给我找出来。哎，是那间屋子吗？没错，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啊？进去看看。哎，不会让人认出来吧？看咱们的人都死了，谁认识我们？走，好。二位爷，茶来了，您的，二位爷慢用。
找不着也得找，找。哦，肯定是那天晚上掉的。没去别处了。我们大哥从来不信神不信鬼的，干嘛把这个挂身上？那是个宝物，宝物搁家里不好吗？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找。哎呀，刘爷，那姑娘还好吗？哎，还好还好。您老的事儿，我敢马虎吗？带我去见她。哎，请。刘爷，请。姑娘，她这是怎么了？自从背进来以后啊，就一直这样，也不哭，也不动，弄点米汤也得生灌下去。啊，这种事儿我见过，应该是惊吓过度，撞邪了啊。那怎么办？这直呆呆的。哎，你帮我个忙，把她扶起来。哎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这是在哪里呀？姑娘，你造化大，捡了一条命啊！姑娘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海菊。啊，你是海大人的女儿。活口了！那天晚上明明都做了吗？那怎么会？想必没做干净。怎么办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别吵！我知道怎么办。走，去杀了他！找死啊！没看见那边有官差呀？雅娇，姑娘慢点。起，快！跟上，看他们去哪儿。是大人。糟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走。禀皇上，承亲王奉旨后见。臣允旨，恭请圣安。快起来，给王爷看个座。看座。臣谢皇上恩典。
您是朕的三伯，以后进来免行跪见礼吧。谢皇上。朕今年停了秋决。三伯，您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朕要推恩，不仅要对天下人，更是要对自家的手足。您说是吗？是。圣祖位下虽不乏子嗣，可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。朕没想到这里总是不觉黯然。我的这些叔叔伯伯中，身世最为飘零的，恐怕要数8叔和9叔了。您说是吗？皇上说的是阿奇娜、赛斯黑。三伯怎么也这么叫？这是大清皇帝生前亲自颁布的明令，臣不敢擅自随便改口。 8叔9叔已经不在了，我想还以亲王的名分，将他们记入宗典。他们好像还都有儿子在，是不是袭个贝子爵也算是有个香火？您看呢？这事发突然，而且牵扯太大，臣一时也不知这。是啊，这是件大事。 三伯听到以后尚且如此，何论他人呢？不过，这件事是朕想做的。皇上，那您妙魔独断也就是了。哎呦，你回来了！行了，怎么样？都安顿好了。住哪儿了？啊？ 住的不远，离这儿2条街。人没事吧？就是哭呗，找了个郎中看了看，现在没什么事了。你有没有告诉他我是谁啊？没太细说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呀。这事交给我管了吧？那地方牢靠吗？还行吧，我派了几个人在那儿守着，前后门都加了锁了。哎，要是呢？ 少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可千万别再惹事了。哎，你陪我洗澡好不好？啊，那你还不走？出什么事了，知道吗？像鄂中堂这种身份的人呐，没事不会出来串门子。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 这些年你在外任干得也挺辛苦的，到京城当一任父母官也不错啊。是，托您的福啊。对了，老相爷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溜达溜达？你看我这腿脚啊，像是能随便溜达溜达的吗？啊？下去。 有件事啊，得跟你念叨念叨。哦，昨天啊，成亲王招了我们几个老一点的阁臣到他府上，说是奉了旨意，先吹吹风。什么事儿还用得到吹风啊？皇上要给8爷9爷翻案。 你听了也吓一跳，是不是？冷不丁的，是有点那个。这个案怎么个翻法？哼，几层意思。取着阿奇娜·赛斯黑的名字，复亲王爵，以圣祖位下重入宗节。另外，
还要让他们的儿子齐爵搁上一个被子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恩典呐！恩典？这恩典也太大了。也许皇上是不忍心看一家人闹成这样，毕竟是叔叔大爷亲哥兄弟。你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宅门啊？哥们弟兄吵架，找个和事佬说和说和，啊？从当年的一味之争开始，直到整个雍正一朝，先帝和八爷九爷，包括他们那一党，一直是你死我活，几乎一日未停。死了多少人，罢了多少官。宁古塔也好，大圣乌拉也好，都是成批的发过去啊！谁对了，谁错了？是打人的错了，还是挨打的错了？是升了官的错了，还是罢了官的错了？是活着的错了，还是死了的错了？是四爷错了，还是八爷九爷错了？真的要翻腾起来，如何得了啊？如今圣上别看年轻，可板眼并不乱。真要是拿定了主张，恐怕……那要看分什么样的主张。如此重大的举措，也得兼听则明吧。中堂的意思让我去说？我是那种拿人当枪使的人吗？我当然要见，哪怕是犯言直谏，哪怕是劈龙鳞，我也要说。我只是希望多几个人陈明利害。我们啊，都是跟随先帝多年的人啊，尤其是你呀，是四爷府上出来的老人，你这来龙去脉比别人知道的更清楚啊。可是如今在下也不是很妙啊。哎呀，不就是连降3级吗？这是明降暗保，怕你树大招风。你比别人应该更明白，这是先帝另眼相看你呀。所以呀，在八爷九爷的事情上，你更要忠心效主，以报知遇之恩呐。过2天呐，皇上要为这件事叫一次大起，到时候希望你秉公持政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呐！啊！我老了，没几年干头了，你呢，比我年轻几岁。这些年你的历练也不错，日后入阁拜相，位极人臣也未可知啊！希望你能成为文臣楷模，不负先帝的知遇之恩呐！啊！都听见了？我一直在后边。这事儿还真麻烦了。这可是一汪浑水啊！您怎么趟？哎，谁说我要趟啊？康熙爷的儿子一大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十好几个，到现在我也没数过来呢。反正啊，都是闹翻天的主，听听这脑袋都疼。当年我在四爷身边的时候，遇到这种事能躲我都躲了。现在人都死了，我还往哪趟啊？我有毛病我？哎，可这不找上门来了？叫起的时候，皇上问下来，您怎么答？是点头还是摇头？您点头得罪那帮老臣，那可都是门生故吏满天下的，日后扯您后腿的事就多了。摇头可能触怒龙颜，皇上对您本来就不喜欢。自讨没趣都可能是轻的呢。哎呀，不就是叫起吗？哎，无论如何，您总得有个奏对吧？您总不能打岔吧？
就得打岔，不能像傻瓜一样撞上去吧？找个什么茬呢？哎，永定河还没改道呢。哎，不是永庄命案吧？啊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顺天府来人了。我就知道要来，我就知道要来。这件事能这么便宜就完了吗？我对不起您呀，大人！哎呀，我错了，我……德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是满师爷呀！看在咱们有几面之交的份上，这件事你可千万替兄弟担待一二啊！哎，别，德大人，您这是从何说起啊？哎呀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我这里的那帮饭桶啊，实在是没长眼睛啊！我一天到晚的嘱咐他们，在京师种地当差要慎之又慎，多长心眼儿，多长眼睛，磕头碰脑的那都是大员，我没少说他们呀，可还是捅娄子。不瞒您说啊，我真恨不得我……别，德大人，您到底是想说什么呀？哎呦，满师爷，您就别再编排我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么着，您给指条路。是让我到府上给公子赔礼，还是自请罚俸？哎，怎么都行。我是只求太尊大人恕我个不知者无罪。德大人，我今天来呀，不是跟你说这个。不是这个呀。那您是为了……哎，来，坐。来，大人，您先坐。上茶，快上茶！哎，坐。我跟你说呀，我今天来呀是……满师爷坐好。啊，大人，就有劳您了。哪里，请。走好。麻烦大不大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还好。没深究吗？人家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根本没提那回事。那来干什么？只是问了问听和轩的那桩杀人案，叫我们写个呈报，尽快交上去就行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老爷，您知道太尊那儿子在哪儿被抓的吗？就是那个命案现场啊！哎呦，这就叫绕着脖子整人。他不直说是因为您抓了他儿子，冠冕堂皇的说抓案子，您明白了吧？只要稍有闪失，他就会借题发挥，名正言顺的下手啊！哎呦，险恶，真是太险恶了！这官场真的太险恶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也只有见招拆招了。怎么讲？不就是一起命案吗？咱们调集最好的人手，把案子尽快给他破了，破得他漂漂亮亮，让天王老子也没话说。赌一步是一步。好，你赶紧告诉各班衙役，放下手上所有的事儿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把案子给我办好。这，快去！臣恭请圣安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成亲王，臣在。找大家议了一下没有？臣遵旨，召集了几次聚议，以为如何？大家，倒也是各抒己见。不妨说说。臣以为很好。老百姓都知道，家和万事兴，更何况是国家的兴隆，更要天家的和睦。
皇上不避嫌，不避亲，恢复了已故2位亲王的爵号。且因及后人，这实属仁慈之举，圣明之为，应尽快诏谕天下。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刚刚拿到了。就是他。我来的路上看见巡防衙门那帮人正大张旗鼓的悬赏捉凶呢。越热闹越好啊！我帮帮腔啊！快！解放，你快递牌子进去吧。不要忙，再等等，等你们吵得差不多了再说。皇上宽宏慈爱，乃天地可见。停秋决免赋税，也是万民福祉啊。可是要恢复阿奇娜、塞斯黑名位，赏还其后人爵号一事，应当慎重，其中牵扯甚多啊。有多少牵扯？这牵扯最甚者，莫过于先帝呀。对阿奇娜、塞斯黑的一应处置，皆出于先帝亲裁，其中有多少周折，多少动荡，实在是一言难尽。若轻易更改，如何向天下臣工解释？又如何面对世宗皇帝的灵位啊？你说的这些，朕何尝不曾想到？但是，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年华马处置8叔和9叔，也是出于无奈。当时国家多难，天灾人祸连连，西北战事不断，国库有空虚。要振若起衰，必须要另行禁止，容不得党祸纷争，容不得任何掣肘之事。哪怕是亲兄弟，哪怕有割肉之痛。当时的一应举措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皇上说的极是，正所谓时也，势也。如今宇内升平，岁壬年丰，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。即便是先帝所定，也可以因时而异。傅大人太年轻了，当时先帝辗转反侧之时，你傅大人恐怕还少不更事吧？鄂中堂是不是也嫌朕太年轻了？臣无此意，臣只是说，要投鼠忌器，不能让天下人以为先帝做错了事。那这么说，是朕错了。臣不敢。皇上，鄂中堂情急之下，可能一时词不达意。你怎么讲？臣以为，如今无论是阁部还是外任，包括臣在内，不少官员都是从先帝手下出来的。当年八爷九爷的事，难免不牵扯其中。如果皇上翻了八爷九爷的案，这些当年过来的人，恐怕要人人自危了。都说自己是社稷之臣，心忧天下，还不要说大事临头，只是赋一个爵号这么点的事儿，先盘算的都是自己的得失，何尝有社稷二字？皇上息怒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快进去吧。差不多了。行，进去吧。顺天府尹李卫，奉旨前清宫议事。开门。你们还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，
都说说嘛。朕虽然算不上什么盛世明君，可还是能闻过则喜的。谁说啊？你们以为朕是昏君是吗？臣不敢。谁呀？臣李卫。你站在那儿要说什么？臣因事来迟，刚刚进门。你忙啊，叫妾也敢耽误？回皇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城内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，臣刚刚从案发现场赶来，才迟了一步。什么命案？在什刹海边上的一个叫听和轩的酒楼里，有2家人在聚会，席间有人破窗而入，转眼之间悉数被杀，连同家人奴仆一共11口，全都是当场毙命。此案事发于京城腹地，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情节十分恶劣。这是呈报。皇上，知道原委吗？由于事发突然，巡防衙门也是刚刚把这个案子报给了臣。臣在来这儿之前，巡防衙门正在安排设置关卡，追拿凶犯。臣已知会各有司衙门，叫他们尽快破案。被杀的是什么人呐？尚未记详查，只知道这2个人是已经致仕的官员，据说他们曾经管过多年的刑狱。臣估计他们是和什么人结了仇怨，冤冤相报，被仇家所害。冤冤相报。是啊，冤冤相报。仇上结仇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绝无好处，最后只能是神哭鬼泣，两败俱伤。哎，说的是啊，那命案现场真是惨不忍睹啊！你也是过来人，该看见的全都看见了。臣全都看见了，那脖腔子里的血咕嘟咕嘟往外冒啊，满屋子满地都是啊！臣还算是多少见过点的，可刚一进去啊，2腿还有点迈不开呢。那些没有见过的，把吃的什么东西都吐出来了。哎，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何苦来哉呢？李卫，说正经的，这话很正经。小到一桩命案，大到政敌朋党，搞到2败俱伤，都非幸事。于家不幸，于国不幸，这正是朕最不想看到的。朕之所以要恢复8书9书的爵号，并不是想做什么好人。所谓开太平基业，不是一句空话。对外要和睦，少动兵戈；对内则要宽容，要多讲讲忠恕孝悌，不要冤冤相报，仇仇不解。你们要体会朕的这番苦心呐！臣等恭领圣训。你指恢复与四允堂亲王爵号，阿奇娜·塞瑟黑的名字撤出记档，自今以后不可再用。其子洪绪洪胜其贝子爵，重续宗牒，钦此。绕过去了。瞧你说的，这点事儿还绕不过去。只要分寸拿准了，没有绕不过去的事儿。西郊是李卫吗？王爷，你小子真行啊！进去的是时候，奏对呢也十分的得体，外加云山雾罩的，谁都不得罪。行。哎，您说的是刚才？你别跟我装糊涂，我打太平拳的时候啊，还没你呢。是，那是。哎，你这套拳呐，练得还是不错的。有个什么名堂没有啊？有，我这叫老母猪打滚儿。怎么讲？蹭一身泥是那模样，不蹭一身泥还是那模样。啊，有你的，官当到你这个份儿上，还真让你当出点味道来了。王爷您调教，你还用我调教？
别跟我耍贫嘴了，算你呀歪打正着，还赚得了一个美差。美差？有旨意，派你跟我一起到八爷九爷的府上去颁恩旨，踏踏实实的当一回好人，说不定还能讨俩元宝回来。哎，站住！什么呀？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有认字的吗？啊，谁识字念一念？什么？留了活口？是他女儿。这趟买卖怎么干砸了？我不能丢这个脸！哎，大哥去哪儿？做了他。不行，事情已经惊动了官府，大门口也有人守着。巡防衙门的人现在已经全出来了，城门也贴了告示，满街都是当差的。是啊，这顶风船千万不能开啊！我他妈没看黄历。我们快想想该怎么办。银子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道上的规矩，活没干利落，不能收钱，否则日后没法混。怎么回事？答应二位爷杀两个全家，现在漏了一个人。漏了谁？海城的女儿。干了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没有失过手。对不住二位爷了，这趟活就算我豹子头跟二位爷交个朋友。为什么不接着做？接着的风头太紧，那丫头住的地方也有官差守着。如果要动手，就得杀官差，那动静可就大了。豹子头，我待你不薄吧？是，又是钱又是物的，上了奴才不少。照这个数，我再给你加2倍，够你养老了吧？爷这是？没别的，杀了他，我要一个不剩。这是银票，13省通兑，够不够？不够你张嘴，就是砸锅卖铁也凑给你。拿去。老爷，有人来传旨。到这儿传什么旨？走错门了吧？没错，已经到门口了。会是什么事？光脚不怕穿鞋的，管他是什么。这里的事你不用管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二位爷放心。开中门，接旨。是。有旨意，洪旭、洪胜接旨。罪臣之子洪旭，罪臣之子洪胜，恭请圣安。连亲王允嗣之子洪旭，背了允堂之子洪胜，袭贝子爵，修葺府地，祭祀宗祠，钦此。钦此。臣领旨，谢皇上恩典。您看这几样行不？一品菊花锅，煨鱼肚，红烧芦苇，灶煨冬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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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是拿手的就行了。汤也好啊，滋补一点的。再来2盒西馅点心。您这是给女眷准备？打听那么多干嘛？好。
快点啊！好嘞。哎，少爷来了，他没事吧？把门打开。姑娘，啊，姑娘不用害怕，这是我家公子，那天救你的就是他。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哎呦，不用，哎，不用，起来吧。那天也是凑巧，这就叫缘分嘛。啊，请坐，请。啊，对了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海菊。啊，海菊，好名字啊。那天晚上，你也在。我在呀。虽然我长得比较帅气，可是偶尔我也会被淹没在人海里。你真没看见我？啊，你还在我身后听琴呢，离我很近很近的。我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被吓坏了嘛，也难免。你现在好些了吧？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爹娘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为什么？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到底为什么？大哥，都准备好了，分头出去，天黑在街角汇合。苏妹平生让您这样照顾我，海菊无以为谢。别客气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啊。还未敢请教尊姓大名？哦，18字李，李小卫。他们都称您公子，不知是哪一家的公子？我爹是……算了，不值得一提。反正我们家俗气得很，非常俗气。你不用这么客气，叫我海菊就可以了。真的？那好啊，那你也别叫我公子了。那叫你什么？你叫我小薇薇。小薇薇。嗯，来，趁热喝，来。啊！有刺客，快来人呐！哎呀，快，走啊！刺客在哪儿？这个。快点！你行不行啊？赶紧送！